后来继续来看这个高雄市，为着要来提升到65岁以上的长辈时代注预防射意愿，今仔日甲明仔载2天，伫林雅区的长青中心来举办来注射就送1公斤白米的活动。今仔日是注第2剂莫德纳，明仔载注第2剂 AZ， 符合资格者随到随住到随送白米，这招是真有效哦！一透早婆婆妈妈都来抢排队，这个注射阁会当送白米，大家是拢笑甲嘴啊利塞塞。有这个好厉害，老人家拢嘛加减啊好。婆婆妈妈笑嗨嗨，看大家拢摕1包白米，代表阁摕出来先几啊顿。因今仔日来到中青中心注射，唔但注到疫苗，阁会使摕到2公斤的白米。咱嘛是很感恩啦。哎呀，我主要是要注疫苗。高雄市卫生局为了增加65岁以上时代注射意愿，推出注疫苗送好礼活动。一开始我们是预计9点半施打，那其实长辈大概就是8点多就陆续已经来了。卫生局嘛表示，今仔日和明仔载符合资格，拢会使来中青中心注疫苗第2剂，随到随注随送白米。今仔日注莫德纳，明仔载注 AZ， 未来嘛会推出更加侪礼品。卫生局也与长青中心会考量，在第3天我们会再加开 BNT 第1剂的长辈的预防接种。高雄卫生局表示，希望透过这摆送礼品，增加时代注射意愿，提升疫苗注射率，达到全体免疫的效果。